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6集。我是小张。最近伫台语界内底，真时惊写台语文。俗语讲，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。所以小张嘛家己写一篇，这篇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篇台语文。题目叫做母语。但是我的能力有限，写出来的文章是幼稚班的程度，希望各位莫甲我气嫌。为着方便讨论，小张这篇文章的写法甲别人无同款，我认为有必要先举例说明一下。像这句话，台语黑白讲真精彩。头前有一个数字42，代表这就是第42行。黑白讲的白正平顶悬，阁有一个数字，这就代表等下需要讨论的字排名第12号。好，咱即马规站就来开始。台湾话是我的母语，小学3年仔进前，学校拢读半工，放学了后，拢甲阿公阿嬷做伙伫厝里顾店。当时厝里在经营土豆的生意，土豆油、香油、苦地油甲土豆腐真受欢迎。这4项产品的销量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。虽然我细汉，但是时常帮忙接电话。大部分的人客拢讲台语。迄时阵，台语是我主要的语言。年岁愈大，讲台语的机会愈少。退伍了后，我来美国读研究所，根本无机会讲台语。毕业了后，伫 Arizona 的一间公立大学做科学家。我无收学生，专门做研究。现主时，逐工讲英语的时间占7成，讲西班牙文的时间占2成。剩的时间则讲国语甲台语。我生活的所在离美西克开车1点钟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有一半以上的人拢讲西班牙文，所以我嘛有在学。目前的程度甲3岁囡仔差不多。真感谢有 YouTube 这个管道，我才有机会录节目，讲台语、说台语，甲大家共同研究一寡台语汉字。虽然我才疏学浅，又含慢讲话，但是我面皮较厚，毋惊人笑。俗语讲，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细汉时学的母语，即马有机会展出来，实在真欢喜。做学问无撇步，一枝草一点露。未研究进前，我无了解汉字的深度。一个研究，才发现汉文化实在是较关山、较深海。我希望一步一脚印，甲一寡台语汉字找出来。希望大家斗阵来研究，将台语传互子子孙孙。这篇文章拢总509字，程度是幼稚班的程度。咱即马来讨论一寡有问题也是无确定的字。伫第2行，小学3年仔，这字啊是虚的，无意思，写这字毋知对啊毋对。第4行，生理，我写这字理，因为这字就是利益利头的利，写这字毋知有妥当啊无。伫第5行内底，土豆腐的腐我袂晓写，所以我怎啊甲写粉，写作土豆粉。但是这字粉，敢是腐的正字，还是讲腐另有其字？若会晓的高手，麻烦指教一下。过来，第7行内底，虽然我细汉，这字细，有人建议就爱写另外一字。啊，你的意见呢？到底哪一字才是正字？伫第9行内底，主要的这字会使讲是一字真头疼的字。安怎讲？这个字
一开喙就会讲到，但是到底安怎写？伫台语界内底，会使讲是众说纷纭，无一个标准的讲法。若无搁较好的用字进前，我建议先写即字。反写即字，就是正字嘛，无一定。刷落来，伫第17项内底，即字春写即字到底对啊毋对？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无问题。但是若有高手有搁较高明的意见，咱会使来讨论。第28项，撇步，即字撇，我自细汉就看人安尼写，到底是毋是正字，我无确定。我家己伫写的时阵，淡薄仔稀稀，有搁较好的写法无？若有高手会晓的，麻烦指教。第30项，一个研究，一个安怎？即个用法伫台语内底真常用到。咱来讲例句。人一个好业，不管是行路的姿势，还是讲话的声哨，拢无共款。即字咧，应该是虚的，应该是无意思的。我想的啦，写即字到底对啊毋对？若有搁较好的意见，咱会使来改。第31项，较关山、较深海，国语内底无即种的用法。但是伫台语内底真常讲到，搁来讲一个咧，小张，你真含慢呢，工课拢做较济别人，但是钱拢领较少别人，这就是正港的台湾气口。若有兴趣，有想要学台语的朋友，小张建议甲学起来。咱即马来讲即字悬，小张认为即字悬就是正字。敢有啥物文献？当然嘛有。咱来看即个字，文献写伫遮。咱先来看同韵的切音，苦结切，苦结kết，即个字就读作kết。说文解字内底讲悬池啊，意思就是摕互悬、举互悬的意思。所以悬就是安尼写，即字就是正字。说文解字，互你考。第33项，斗阵的斗，小张写即字，正文内底写物相斗合也。即马咱已经甲小张认为有需要讨论、有问题的即10个字，拢讲过一遍。若有无讲到的，也是你有搁较好的意见的，麻烦你拢会使甲我讲。若有人讨论，加真有意思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